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呀！見到我教育教會姊妹都係嚟去幫吉先南先堂侍奉上帝，透過呢一個聖誕節目客家聖誕節目，因為我本嘅聖堂長期講堂我都格到呢啲呢一個新教養，格呢一個古打嘅界線。đi từ du cái muốn leo và ăn chiang ở muốn leo như khả năng muốn leo ăn chiang thì cái市場個新教灣呢啲做嘅，而家新教用切撇頭hết撇撇正撇撇要平安要快樂muốn leo新chẳng做好冇多叫chẳng快樂，而家新教用要三個muốn leo ngay呢係去到呢個，換要夾呢班嘅過去換跌要拉嘅muốn leo要人熱下一個滿流嚟講睇一個聖經講約翰福音第10第9節樣講，耶穌講我都係滿嚟曬大家嚟入，大家嚟出到外邊啲要搶籌票，咪意思耶穌講係你大家嚟攞，你相信我，耶穌勸你去搶籌票，搶籌票講咩嘅要福氣，適用唔是少，要健康，要福最好嘅福氣。因為耶穌都係滿嚟曬大家嚟攞，得到嘅最好嘅福氣。耶穌也要講世界嘅福音嚟講，我都係真理頭腦，係嚟曬我透過我冇能到去到天阿爸。有啲乜意思呢？耶穌都係真理頭腦，係嚟曬愛得一永久嘅生命，所以係相信主耶穌，相信主耶穌嘅人得到永久嘅生命。盡熱後即刻冇時間呢啲，時間能盡到天家，因為耶穌帶時間盡，佢頭腦、佢真理、佢生命嚟曬先佢曬得到最大嘅福氣，就係了滿了樣。耶穌話佢滿，時間過落一滿，入一滿，出一滿，時間要生路滿背要搶籌票，意思乜嘅呢？唔是少，要最好嘅福氣，做耶穌盡皮本隆重人係大家滿嘅咯。大家滿嘅出嘅我禱告本兄弟姊妹，咪曬要開到呢一個客家福音，你聽下去嚟講，我禱告你得到主嘅福氣，因為主嘅福氣冇限制。我禱告兄弟姊妹，你也係講要心腸弱到身體弱。到要不到平，到要唔健康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我講一個平得到好，一個身體得到強壯，在耶穌名我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